啊，倒转来看咱国内这总统赖清德表示，评估要互核电停放，引起议论。讲的是为着要应对咱的用电增加、减碳压力，也有地缘政治。叫人讲，只有这核电安全、核废料有通处理，社会有共识，才会停放。也在野党是咧积极嘛呼吁赖政府爱紧修正能源政策。总统赖清德前一天讲，评估定启动核二、核三厂，引发舆论议论。赖总统日搁再说明，检讨核电是因为用电成长、减碳压力加地缘政治三个因素，也搁再讲到针对是核安部问题、核废料有解决方案，甲社会有共识。台湾的电力供应是稳定的，但是台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情势，人工智慧时代，建制算力中心所需要的电力都超过我们原来的预估。非核家园的目标，在去年5月17号，核三厂2号机停转之后，就已经达到。赖总统强调，废核工目标已经达成将近1年，好令背离民进党创党理念。赖总统讲，立法院通过核管法了后，行政院回应民意要求，和台电甲经济部提出对核二、核三厂重新启动申请。行政院长杜英台讲，台电27会甲核三厂的搁再运转计划送核安会审查，尊重核安会最后决定。最快要有核安会，它什么时候能够完成这个整个台电送出的再运转计划以及自主安全检查的审查的程序，我希望它能够在程序当中有效率的来完成。地方上这边的诉求就是说安全、安全再安全。核安会主委陈明真进前讲，若台电报告完整，核三有可能2028年重新启动，核二厂因为相关作业较慢启动，上紧要到2029年。在野党质疑政府对核能态度改变，不过也呼吁应该赶紧修正能源政策。我们希望民进党政府正式放弃反核的这块神主牌，面对台湾过去在民进党主政下错误的能源政策。现在赖总统面对现实事实，也面对能源危机，重启核三，这是对的，我们要给他肯定。不过，全国废核行动平台发出声明，批评赖总统违背过去竞选所讲的无认真看待核安检查的专业性，指出基于地质风险、牢固基础加核废料困境，核二、核三厂无应该搁再运转，能源转型无应该倒退。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因为中东的战事带动国际油价，这中油是宣布对今仔开始汽油要起靠8，柴油起靠4。那连即马吸收的成本算起来，这中油到目前已经了804亿啊。这行政院嘛表示讲，会透过专案融资、拨补加增资的方式来稳定中油的经营。太油要起价进前，朋友渔船赶紧入港排队等加油，因为油一日起，对渔民来讲，利润也会减少。真正啊，无油啊，我也艰苦。油就是这土的人的命脉啊，无你油若收价贵，人啊拖袂好，你要叫人安怎生活？那渔民手加油，会用省就省一寡。国内加油站礼拜早起也真侪人来加油。而波兰的原油一桶起到112块1分9美金，西地州原油也起到199块美金。因为国际原油一日起，政府搁再扩大专案平稳吸收75%。中油宣布23开始，汽油起1块8，九二无烟汽油超过30块，95无烟汽油每公升32块2，98每公升34块2，柴油起1块4，起价了后每公升是29块半。通膨都会上来啦，因为油价本来就是所有的东西的源头嘛。那你汽油涨，所有的东西物价都会跟着涨啊。可能就要想其他的替代方法，大众运输工具啊，或者是换油电车啊。最怕的是说物资会囤积啊。中油总计已经了804亿，加上中东战事发生以来，中油伫汽油、柴油已经合计吸收超过34亿。行政院为了协助中油财务，会经由向金融机构办专案融资，特别来预算拨补，也可有中油4年期增资3500亿，希望中油会使稳健营运。国际伯恩斯坦能源团队是预估，若是荷姆兹海峡封锁3个月到6个月时间，全球经济恐惊出现衰退。如果在4月结束的话，其实影响相对还好。但是如果4月没有谈成的话，那预计在 Q3，也就是7月左右，我们会看到民生物价开始上涨。相关指出，若战事拖到第3季也是第4季，国际油价一桶可能会伫150到180中间。若油价真贵，这消费者物价指数也跟着大起。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仔受到锋面甲东北季风影响，北部甲东半部的水汽较济，温度下降。桃园以南大部分的地区也是侪云好天，快到南部山区可能会落大雨。
咱来看温度。今日北部高温是23至27度，花莲、台东是27至29度，中南部是27至31度，各地低温大约是17至21度。在北部甲东部，这礼拜是干那拜2甲拜5是好天，拜3甲拜6拢各有方面要来，天气的变化真大，嘛提示观众朋友都要特别注意。再来看专门咧走风景区的公车，台湾好行一个司机载10几个人伫咧新北的瑞丰出车祸，所向验到有食毒。这客运业者嘛出面回释咧，讲已经甲这个司机洗头路啊。公车站牌前有未少旅客伫等，趁假日好天气坐台湾好行。每记高分经过石仔佚佗，不过这台965路线的景点转盘公车进前确实发生，司机食毒驶车风波。后壁北区米拢有挂痕，车口也抹过痕了。顶个月底这车祸，3个台湾好行的4种的司机载10外人客，回到新北市瑞丰，甲大货车收容。经过警方做毒品检查，结果验出这个司机体内有甲基安非他命。经脱液毒品检测呈现阳性反应，前案依法函请基隆地检署侦办。40外岁10万司机经做2年多，即摆牵涉食毒驶车，所属台北客运业者下失底。讲伫车进前10万司机有交两面证，无犯罪记录，伫定期体检加几摆无定期流检验，最近一摆就伫半年前拢无验出毒品反应，原来案发了后已经甲伊洗头路了。每一趟做酒测，但是对毒品的防治我们是依法每一年不定时的会对驾驶长进行毒品料液的检测。那我们还是希望政府能够协助我们在法规方面能够更加的健全啊。你叫什么名字？跟你对个证件。烟弹，看到，我看到烟弹。歪插道路安全涉嫌食毒驶车，伫新北市3点半来发生，这10个人对着警察来检查，也无啥物叮当。在发现毒品了后，惊一个驶车司机乱冲，警方随个围查起来，连开2枪阻止，伊也是4个月逃走。嫌犯2人于本日凌晨自行向本分局投案。投案的时候身上没有携带违禁物品，那警方依法对他执行唾液快筛，那唾液快筛是呈阳性反应。案发了后，大约过1点钟，车房内人围起来38岁姓陈的10个人，加坐边的乘客，2点半暝1点外时阵，家己到警察局去投案。此案牵涉的交通违规，总计上悬会使改罚10万块，驶车人也被依照涉犯公共危险、毒品条例这罪嫌移送检方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政府普发现金1万块，领到4月底，目前大约有63万人也未领。到诈骗集团是利用普发现金假做是公务人员甲邮局的人员咧共骗，讲会当摕你的证件互伊代领，却颠倒去互骗379万。啦啦队的开场表演，甲球场气氛拢差小热起来。这场比赛，警政署长也在场。开球！大粒甲球一个掀起为球赛掀开序幕，警政署长张永兴将做开场嘉宾出现，也宣导反诈骗。球赛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竞赛，那我们打击诈欺也是一个竞赛。那利用这个场合，就是有很多年轻朋友来这边观赏球赛，也了解到诈欺的这个趋势。我们在普发现金之前就有在做这一方面的预防的一个宣导，那我们会持续在做打击。诈骗一直有新的方式，爱特别细腻，台北有护理师接到假做邮局人员打电话给伊，讲有人摕伊的证件代领普发现金1万，就惊钱互冒领去。结果随听对方指示，互引导到假检警加来实行报案，伫个电脑头前来出示个人的资料，尾暗若摕这个厝去增加贷款，搁互诈骗集团骗379万。为什么诈骗集团要叫他们出示这些证件呢？因为诈骗集团就录下了这一些，无论是地址啊，还是身份证字号，他们转头就去制造假的居票，或者是假的这些收捕文书，假的检察官就会用一个诈骗话术说，政府要来监管你的账户。假检警的举报数意外互人骗去，警方分析诈骗集团想准被害人惊吓心理，只是普发现金领取期限伫4月底才截止，统计到3月中要大约63万人也未领。县市局提醒，万一若是拄到这类诈欺，要注意监管口子这诈骗的话。若是要做口径笔录，用线上也是语音来进行，就要想到是不是拄到诈骗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
陆军八军团指挥部最近传出讲，称指壳的清点有减将近7900粒。对今年1月考清了后，到即马才发现，八军团承认疏失，讲会追究责任。到底是规个拍无去，也是有人偷摕去？详细是搁爱调查。再来是中国时报，中东战争的影响，全球的塑胶价格嘛对得起，包括医疗用的手套、抽痰管、加上述面罩等等，上市有起到20%。这以下该是呼吁爱启动医材国家队，保证稳定供应。最后是联合报，台湾失智症的人口将近40万人，不过国内24点钟有照顾的这失智大属床位，却干那3000多床。卫生部宣布要投资20亿开办奖励计划，鼓励报建失智大属床位，目标是全台湾搁再增加900床。继续来看，目前咱全台湾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大约15万人，这个病症目前只有控制是无药啊通医的，就算讲有食传统药啊，也可能会造成这健康的问题。针对若要放任健保正该治疗吸血条件，这健保署嘛已经表示，已经开过专家会议，会搁继续评估。76岁郑女士得到类风湿性关节炎已经20多年，双脚镜头啊严重变形，就连走路拢真困难。伊讲得到这种病，就亲像未死的癌症，关节24点钟拢咧疼，严重影响生活品质。好佳在后来健保给付，成分正剂甲小分子标靶药物，互中重度患者使用有效改善伊的病情。按讲每个月自费药品也几啊千。我现在打的这种针必须保护肝的这个口服药，它1个月必须要2000，那1年就24000嘛。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慢性自体免疫疾病，可能甲遗传基因这因素关系。脚手关节会肿痛、硬硬，若无马上治疗，关节腔镜严重变形、袂振动，也影响心肺这器官。目前敢若靠药物长期控制无法度根治。病友协会上新调查发现，大部分病友依然留伫传统药物治疗，造成健康风险。比如高成病友长期承受肠胃部属时被啥出现肝腰子功能异常等。有政府应放令健保正该治疗给付限制。新一代的药物呢，其实都是号称所谓的标靶药物，它就是比较能够命中靶心。那甚至比较新一代的像小分子的药物，它有一些特性，它甚至可以单兵作战。所以很理想的状况之下，我们有一些病人其实是1天只要吃1颗药。那我们是已经有开过专家咨议会了，但是目前我们还在审议当中。因为我们整个就是包括这个给付规定，还有放宽之后，的范围都要做一个讨论。健保署强调，病友团体去年提出建议，已经完成第一摆专家会议。因为看下药物唔是干那一种，而且专家也未达成给付条件共识，需要较侪时间来讨论，会继续进行审议。目前无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因来讲到最近也有咧流行一种减肥车，就要有医师来开药单才会使做。即马煞唔若网络顶买有，连药局嘛咧卖。卫部是宣布要起早要求这药商，就要调查药啊到底是漏去倒柜，嘛要修正这药事法，违法若卖这减肥车要有落架机制。那伫网络平台收集关键的资讯，买到减肥车方式。不过，医师警告，这种俗称减肥车 GLP-1 受体促效剂糖蜜素药品，原本是用来治疗第2型糖尿病患者，因为因压制时效控制血糖，也被广泛用伫减重疗程，毋是大家拢适用，爱经过医师诊断，而且适用伫身体质量指数 BMI 30，或者是较大，而且有3款疾病人才影响。若无，真可能出现并发头这严重的副作用。比较严重的副作用包括了肠胃道的副作用、恶心、呕吐、腹泻，甚至食欲不振，甚至有胃食道逆流，甚至有这个比较严重的，像是胰脏炎或者是营养不良的情况出现。根据卫福部小数统计，已经接到35件使用减肥车不良反应通报，因为乱象真济，佫传出部分药局私底下咧卖。小数113年查获400多间医疗院所甲药局，查出违规咧卖有85件，总共罚260万。114年查获300多间医疗院所甲药局，有26件违规，总共罚70万。小数应启动专案稽查，佫要修正药事法，将网络违规大本摕落来。在流通查器面，持续与卫生局合作，针对网络、药局、诊所等启动专案稽查。
并结合网络平台下架及网站屏蔽机制。小苏强调，会要求邮箱甲医疗院所强化安全监测甲通报，针对网络违法礼品建立铁路的机制，搁加强邮箱责任，确实掌控票品流向。若是伊所开的单啊违法礼品，应照邮事法罚代票3万以上200万以下。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来看古巴拜六全国大停电，这是一礼拜来第2届啊。这古巴国内的电力系统已经真久啊，美国佮继续甲因制裁封锁石油，即马状况是更加严重。古巴是表示讲愿意甲美国来谈判，不过前提是袂使干涉内政。外界是认为讲这个谈判短期内恐惊是真恶有进展。尾暗6点30分，豆特别暗，古巴首都哈瓦那真侪栋建筑陆续停电，到暗时全国已经陷入一片乌麻麻。这是古巴一礼拜来第2摆全国断电，也是3月份第3摆。古巴能源部证实，国家电力系统1日发生全面断线，受影响人数超过1000万，已经启动抢修赶紧恢复供电。面对一直停电的恶望，哈瓦那居民是真无奈。En la semana cocinando con leña y todo una locura, eso no cabe de otra, es lo que nos toca. La solución es poco probable. Llevamos 60 años en lo mismo, no vamos a cambiar. 古巴的发电设备牢固暂破，在欠缺发电燃料之下，重创古巴航空甲观光产业。部分地区每天停电10点钟已经是常态。美军今年1月7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了后，川普政府就对古巴展开石油封锁。为1月7开始，古巴就一滴油都无买过。美国阁威胁其他国家，若向古巴卖石油，会对因扣停发性关税。川普最近几礼拜也一直表示，古巴政权真紧就会崩盘，美国正乐意来接管。All my life I've been hearing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uba. When will the United States do it? I do believe I'll be having the honor of taking Cuba. That'd be good. That's a big honor. 古巴外交部证实，针对解除燃料禁运，会甲美国谈判。不过古巴的前提是谈判内容免干涉古巴的政治体制。不过谈判恐惊是短期内无进展。公视新闻景元庆编辑。那讲到咱24节气的春分，就是伊朗的新年。伊朗的最高领袖是用书面来向人民发表谈话，讲说美国甲以色列攻击无达到预期的目标，伊对伊朗的胜利表达祝福。伊朗新任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20用书面方式向人民发表诺鲁兹节演说，也就是新年谈话。伊讲美国甲以色列袭击无达到预期的目标，伊对伊朗取得的胜利表示祝福。讲会就保障民生、改善基础设施、甲为大众创造财富等实施综合解决方案，来应对经济战，并且讲会继续重视甲邻国的关系。伊也呼吁区域国家中间来加强团结合作。حاضر در اثر وحدت عجیبی که بین شما هموطنان با همه تفاوت خاستگاه‌های مذهبی، فکری، فرهنگی و سیاسی ایجاد شده، در دشمن شکستگی به وجود آمده است. 有3000多年历史的诺鲁兹节，一般是伫个春分一天，带有万物重生的意义。过节进前，大家逐户拢会来大摒扫，去市场买过节的食品，也佮有花。新年期间，亲戚朋友会互相来拜访，互相祝福新年快乐。好事力会对1404年进入1405年。伊朗人民会有2礼拜固定假期。今年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迄就是诺鲁兹节隔天，就是伊斯兰的开斋节。 حالا با توجه به مشکلاتی بوده، مسائل اقتصادی بوده، مردم واقعا اذیت شدن تو این چند سال اخیر با توجه به تحریمایی که بود. ولی با این حال بازم مردم نوروز رو دوست دارن با توجه به مسائل اقتصادی مشکلاتی که دارن، ولی بازم می‌بینید که حالا اومدن دارن خرید می‌کنن. 这是1980年代两伊战争了后，这是伊朗人民头一个伫小战进行的新年。总部设伫美国的伊朗人权团体估计，这场战争已经造成3000多人死亡。德黑兰的新年市场内底，采挂真大片米纳布小俄罹难者相片的纪念饼，一直伫提醒经过人唔当袂记因所遭受的苦难。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 比利时布鲁塞尔恐怖攻击满10周年，比利时的国王甲王后伫咧这纪念碑头前献花来致意，纪念这恐怖攻击的罹难者。有了罹难者的家属是表示讲，这段历史虽然讲这空喙已经造成啊，也继续讲落去，唔通互人袂记哩。 比利时的国歌响起，纪念活动的气氛是真严肃。
参与的民众嘛真悲伤。2016年波罗塞尼连环恐怖攻击已经满10周年，国王菲利普甲王后马蒂尼德伫咧纪念碑头前献花，表达对罹难者的追思，而且强调这段历史袂当互人放袂记。Aujourd'hui, nous sommes ici pour vous, pour saluer votre courage, pour redonner une voix à celles et ceux qui ne peuvent plus parler, pour affirmer que notre pays n'oubliera jamais. 2016年3月2日，波罗塞尼的查凡丁机场甲马尼比克地铁站小连续发生爆炸攻击，造成32个人死亡，也有几百个人受伤。这是当地有史以来上严重的恐怖攻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布要对这件攻击案来负责。经过10天，这个城市虽然已经恢复正常的运作，不过对真侪受害者甲家属来讲，拢留下无法度复原的伤痛。These 10 years have marked our lives indelibly. For some, wounds are still healing. For others, they have become scars. But sometimes, scars reopen. 10 ans, c'était plus difficile que je ne pensais, émotionnellement. Mais c'était quand même, pour moi, c'était important d'être là, de parler, de témoigner, de montrer quand même que même la victime la plus blessée est toujours là et se bat. 第一天有3场大型的活动伫无同所在，组织真侪无同身份的人做伙来追思。对一寡人来讲，虽然要重新检视这段悲痛的过去是真艰难，不过出席活动除了是纪念这个罹难者，嘛正做因继续向前行的力量。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的大代志，做伙来看世界。卡达一架军用直升机因为技术故障摔下来，造成6个人死亡，目前也有1个人失踪，也未找到，继续搜救。非洲国家苏丹一间病院受到攻击，造成64个人死亡，89个人受伤。有人权组织是通报讲，病院就是去予军方的无人机所拍落来。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的山区崩石，造成2个出事观光客死亡，5个人受伤。继续来看世界贸易组织 WTO 第14届部长会议，主办国科迈隆把咱的代表团的国籍列作中国一省，造成咱台湾是头一届袂使出席，咱外交部是强烈谴责。因为中国海警船是搁再来侵扰咱的金门水峡，敢若是1礼拜就乱3届啊！你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尽速离开我方水域。海巡人员用中英文广播管理，2在下度，谢谢中国海警船即叫我进金门限制水峡，海巡署顺风艇1对1并行监控，成功管理。最近1礼拜，海警船已经3摆侵扰金门4区域水峡。除了面对中国无清楚地带侵扰台湾外交空间，也防打压。世界贸易组织 WTO 第14届部长会议26会召开，不过主办国喀麦隆带伫咱国代表团的礼具签证国籍栏，以台湾中国一省烈士，严重贬抑咱国地位，外交部强烈谴责。对于喀麦隆护从中国，漠视过往主办国尊重我国不隶属其他会员国的良好惯例，严重损害了我国在 WTO 架构下作为会员的平等与会权利。外交部表达最强烈的谴责。这也造成咱国自2001年出席通过议会案的第4届部长会议以来，头一摆被表无出席。中国一直在国际空间以一中原则打压台湾。像为2017年以来，台湾已经连续9年无协调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就连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也为2016年开始已经几届无受邀参加。那这样子的做法不会让台湾更亲近中国，它只会让台湾人民更厌恶中共政权的手段。未来前往不友善的国家参与会议，都应该更早进行磋商，以及寻求我们所有友邦的协助。台湾国际空间防压缩，也不过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瓦尔兹20挺台湾，除了挺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也佮一摆表示反对中国调降扭曲年代2,500号国旗，想要将台湾孤立伫国际社会之外，也强调美国已经展现强力，佮希望是有效的抵制。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副部长齐思谦最近准备要带团去美国视察 F-16 BLK-7抗战机生产的状况，嘛要参加头一批这2架 MQ-9B 无人机交机典礼。
徛伫南向美国采买的 F-16 Block 70单造型战机头前翕相，国防部副部长齐书检16率团到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视察战机生产线状况。伫造船机件顶面，驻美代表卢代雷甲空军副参谋长分别写下保家卫国家战略强，齐书检上英文写台美建立半州的伙伴关系。国防部讲完成验收，飞行7次的战机预计今年会使启动，飞到回国作业。一家人第2天也出席 MQ-9B 高空无人机头一批2架高机典礼，也见证 MQ-9B 的战术能力。美方规划在115年及116年各交运2架，国防部将持续协同美方，透过台美安全合作机制，确保后续的产制顺利。军事专家讲，空军编列大约大票217亿，采买4架 MQ-9B 无人机，会使长时间滞留空中进行侦察甲监控，对着中华国军伫台海周边的情报监测能力有帮助。不过也提醒相关的人员训练必须要对得到。因为它是大型飞机，操控人员都是需要具备飞行执照，它的飞行范围会远比我们就目前国内所使用这些无人机那个大上很多。对比军事国尾交付进展同时，立法院联席会议23日并来审查行政院甲国民党、民进党各自提出的国防特别条例草案。国民党团更加提出加急动员，担任调委的民进党立委陈冠廷呼吁知影，希望先通过1.25条规模条例，后续有序的详情再讨论。跟在野党比较有冲突的部分，大概是在伪制跟商购的部分。先把这个条例通过之后，我们可以就内部的细节再来去做讨论。考量对美的关系维系对美军购的部分，这我想在野党的部分不会多加为难。如果大家有时间的压力，是不是应该先从有3党共识的部分来做下手？因若知影党版本拢无纳入发展本土的军工产业，行政院长杜英泰2日就特别参访无人机反制系统研发公司。行政院也经由新闻局强调，国防特别预算加总预算内底拢包含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的规划，希望立法院会赶紧来审议通过。记者综合报道。有旅客坐立营航空要对金门飞转来台北上山，想要家己换位，这空服人员是甲劝讲飞行机因有载重平衡的问题，不过伊煞继续配合，佮甲人呛声。这立营航空是回应讲，当下已经有决定拒绝甲载，也评估要甲这旅客列入去管制名单。烂透了，这也要报警，警察是你们的打手。画面中，这10个人一直骂空服员，规个过程互其他旅客看到甲翕来。原来这10个人家己共换位，互空服员阻止，不过伊的火气却是愈来愈大，一直骂人。加速原位，这个载重都有平衡的。平衡什么？有这么多？我很影响平衡吗？可能吗？不要再骗人好不好？空服员一定来心口劝这10个人，若要换位，会用甲柜台人员提出申请，不过伊不爱听，最后互航警请落飞行机。为确保航机安全，执行远警立即将该名旅客带下飞机。事后，立营航空讲，旅客登机时因为不爱坐伊原来座位，大骂组员基于安全考虑，机场决定不爱载这个旅客，通知航警该带入飞行机。后续除了配合警方的调查以外，也评估把这旅客列入管制名单。这要跟着他政府的规定这样啊，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话影响大家的那个时间。上高指示，飞行机伫起飞甲降落拢是上界危险的时阵。若旅客想要换位，应该伫起飞进前得到当事者甲空服员同意，呼吁旅客应该尽量按照原座位去坐。因为飞行机机位除了考虑平行载重，确保飞安无问题，就连导升出口座位也上好是捌坐过，也是现任航空人员精通英文，危险时才法度协助疏散。最后是发餐点加身份辨识。乘客跟货物必须要达到一定的平衡点，才可以达到这个所谓的载重平衡。专家讲，民众若是随意家己换位，可能影响航空公司的营运甲服务。航警局、台北分局呼吁旅客坐飞行机应该遵守民航安全规定，以免影响家己甲别人坐飞行机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消息来看，苗栗的后人拜六半暝是有机车行透天烧起来，这厝主伊70多岁妈妈是走不出来，另外还有一个29岁较无方便的后生受伤，也伫个南投的路口要2栋徛家火烧，加在这人是拢总平安。透天厝庆祝火恩，警消关警到现场拍火，附近住户听到火警也惊到唔敢困。已经有消防车在这边了。烟很大吗？你们来的时候？蛮大的，3楼的烟蛮大。苗栗后人一暗时11点外，一机车行透天厝发生火警，厝厝剩下10个人，先将半身未叮当的29岁后生救出来。不过70多岁妈妈因为行动无方便受困，警消赶紧破门救人，被发现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
房间会有足大的，房间会有足大的啊！恁就紧做啥呢？我甲溜出来，溜出来，你溜恁后生，后尾要溜出来，那个毛这门，赶紧拿过来，会啊。因为他年纪比较大，那他逃生比较不易哦。那女性的部分，她比较行动不便。那是屋主的妈妈哦，年纪比较高。第二道六国也连续发生2件火警，其中一户火势正猛，火警司处处甲亲人及时逃出来。另外，第这个问题，因为是洗衫机导火烧起来。来助警器那个设置在厨房啊，外面是那个洗衣机着火啊。警消到现场了后，已经无危险，火警司无人受伤。处处表示，迄时阵听到助警器大声叫，赶紧带一家火到到厝外，导火原因还阁进一步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今日伫桃园中路拜六是有一块工地，一个工人对悬的所在摔来着重伤，加上是指控这工地安全措施做无够嘛，质疑建商无照规定来通报。劳监处表示，已经派人去稽查，若确定违法，上重会当罚到30万。救护车赶到意外现场，赶紧将伤者外伤先处理了后送病院。伤者因为对真悬的所在落来，规身躯真侪切瘀伤，加在人有清醒。约60多岁的男性，意识清楚，坐在地上。他的同事表示，患者约于1.5公尺高处不慎摔落。代志发生第20，敢失去翕到当时61岁姓李的工人，正伫建案的管理所在伫做事。就是因为不明原因，对一盏楼悬的所在摔落来，规身躯真侪切瘀伤。边仔人看到赶紧叫救护车甲伊送病院。家属讲，死理的工人伤势一度变甲真严重，怀疑是讲现场安全防护无够，才造成这个事故。连安全措施、鹰架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要让工人上工呢？有公司过来医院吗？他们说没有，我气在这一点。为什么从早上到晚上都没有过来医院问一下？那个没有，你自己看工程管理1楼的话，他们基本上都不会先答应价。家属真不满讲建商甲营造厂商拢无来关心慰问，并且即期无依照规定向桃园市政府通报工案的意外。今日桃园市劳检处也到现场稽查，初步判定事业单位有未少的缺失。工作场所的高处作业及上下设备的设置未符合职业安全卫生法令的规定，现场也没有作业主管指挥监督劳工从事作业。本处后续将予以停工，请事业单位做改善。桃园市劳检处指出，若发现工作场所有违反执案法的情形，会处营造厂商3万到30万块的罚款。将已经下令现场停工，限期改善了后，确定安全无问题，才法度进一步来评估是毋是会使复工。记者综合报道。改善交通，讲到高雄2024年到2025年，无车行顶的路口就发生超过4000件车祸，嘛造成12个人死亡，尚无500大无车行顶的路口就要改善。高雄市府是陆续针对前镇桂林街高龄社区这个所在，设置减速措施，确保过路人安全。2台机车半暝伫保护区的香西巷仔口相撞，其中1台导火烧起来，造成1人死亡。高雄伫2024到2025年中间发生4699件香西路口相撞事故，造成12人死亡。交通部依照事故件数评估，高雄500个保护区路口必须改善。可能不是住这里，可能有时候只是从这里绕路，这样子可能会骑比较快。不然一般住在这附近的，其实都会稍微看一下。涂骹车大大停伫前镇桂林街甲三道二路的一个香车巷仔口，因为车流多而且无护持，过去机车定常发生事故。为了改善交通状况，交通局除了定位标线限速，也设置减速平台。要看个人啊，你像我在骑哦，到这里哦都会停一下看一下，再过去。有的人就没有再看啦。尽管规划改善细化，不过以往机车无停看，直接骑过去，民众也真无奈。相关因为保护区定常发生事故，要红山国良路，交通局会甲车道变较为设减速平台。高龄人口比较多、事故常发生的地区，设置减速平台，搭配标线调整与车道瘦身，让车辆行经5号出发路口的时候会自然放慢速度。从目前的成效来看，减速平台路口平均车速约下降26%，影响比较好。这个东西哦，你如果开快哦，你自己开车不舒服啊，骑车也不舒服啊。汽机车驶过减速平台，红山国良路、三民区、民族1路、巷仔，也有前镇区、桂林街3个高龄社区，今日陆续设置减速设施，并且调整路型，避免发生无停让小浪事故。交通局讲，其他无护持路口也陆续来改善，让用路人有更加安全的用路环境。
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加强管制汽车甲机车噪音的问题，去年12月，这立法院已经通过噪音管制法的修正案，上档会到罚到3万6，一档以来搁再犯会扣牌6个月。这桃园今年1月甲3月都查到共一只机车噪音超标，依法甲扣牌，成做全国的头一个。驶入赛过红红桥的延动讲声真大声，这台汽车赛过噪音分贝超过100，其实真侪民众拢拄到车驶到红红桥，真大声真吵。康乐街那边，对啊，他晚上都是拼命在那边跑，我还没睡着之前就有时候听得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时候会被吵醒滑重一点。为了加强来管制汽机车噪音，去年12月立法院3读修正通过噪音管制法的部分条文，面顶机动车若发出超过噪音管制标准的声音，相当应罚36000块罚款，也增加吊扣牌及罚则。也若桃园市伫今年1月甲3月拢处理到同一台机车的噪音超过标准，依照新制累犯的规定，扣牌6个月，也正做全国头一个噪音车扣牌处分。分别在今年的1月9号及3月18号，噪音超标10分贝被稽查取缔，符合新修法源头管制加重处罚累犯规定。环保局将函请监理机关处以吊扣牌照处分。近年来持续导入 AI 辨识与声纹分析技术，提升违规车辆的辨识精准度，大幅提升稽查效率。车辆噪音违规标准采取原地噪音加行驶中噪音。原地噪音部分会依照出厂的年份加排气量来分，也若行驶中的噪音部分汽机车伫限速50公里以下路段，袂用超过86分贝；速限50到70公里路段，袂用超过90分贝。警方提醒，若发现亲像高噪音的车辆，应经由多元管道检举，协助相关单位来对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刚才看台中和平的盐水山步道，真侪人爱去爬。最近所有民众反映讲，用来确保安全的引导索啊，去用破坏去。林保署的统计有15个所在拢去用挂灯，28个所在防偷灵去，已经报警察，卖加强巡查。网友分享被台中和平盐水山步道的情形，4个拢是美景，暗过爱求山壁的引导索啊，骹手并用才能通过定定考验。暗过林保署台中分署最近才接到通报，引导索好亲像互人故意破坏。全局派员前往现场查看，并将具有危险性之绳索先行拆除。林保署台中分署表示，目前清早有15个所在被挂灯，加上被放量有28个所在，集中伫雪山路27.3公里、盐水登山步道顶悬200公尺的所在，全长差不多650公尺的范围内。林保署台中分署19接到通报，也马上报警，佮会同警方去搜证。登山绳索属公务设施，割断或毁损公物，已触犯刑法毁损公物罪。若造成人员受伤，更需承担相关民刑事责任。山友表示，盐水山是有名的终极山，是属于雪山群峰，步道沿途拢是危险的岩壁地形。爬山友爱骹手并用直直来爬，因为有一定的危险性甲挑战性，爱用引导索才确保安全。主持向导表示，即马上烦恼是引导索可能有看无的受损。它割又不是完全割断。有可能是要断不断的，那你在攀登的过程当中，假如说你的重心太多，把它搭在绳索上面，结果它本来没有断，结果一拉就断了。邱浩勇表示，这条路线引导索已经有真侪摆被破坏，山友爬山时阵爱提高警觉。林保署台中分署也进行全面巡检来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来义出名的文化资产利丰圳，民生用水主准都是禁止生水掠鱼的。不过，所有游客是带狗仔来遮落去水里佚佗，引起部落的不满。阳光所是提醒讲，若是违法，上当是会当罚到200万。几只狗甲主人伫水圳内底耍水，互当地人看甲共气。屏东来义乡的义丰圳，因为是百年文化资产，而且主圳岛水源是当地部落民生用水，目前敢若开放边一留言互游客耍水。不过19所游客带狗落水，甚至请求主圳岛告诫说这边不可以带狗戏水，他不高兴，解的那边不够，因为跑过来这边，这个我们这个竹径道。
这个是我们饮用水。当地人真生气，因为现场告示牌清楚写禁止带宠物，不过游客说向北部内无清楚规定，无听可劝，其他游客也认为无适当。真的很不 OK 啊！因为小朋友在这里玩啊，动物总是还是动物啊，对不对？这样环境很污染，然后这样子又是人为的因素，当然是不爽，因为那是民生用水。预防针不是第一摆发生违规事件，过去也有外地游客甚至做程度，当作是飘飘河的耍。我们都是口头劝说了，很少碰到这样的公所要再加强宣导。二峰区那边侧向溢流堰可以清水下去，但是宠物都不可以下去了。主进道是人跟任何都不可以下去，因为那个都是民生用水。预防针的最佳清中药水族馆遭到游客承接，到到报道的底线，来与香港所提醒，甚至做程度应分别依照违反民族法相关罚200万，甲违反最低罚2500到5万，提醒游客唔通来遮加做报道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家己草草戏剧节来到第18届啊，这回要带民众去到剧场的后台来了解戏剧幕后的工作是安怎进行的。透过导览的方式，草草戏剧节的策展人带领民众为演员通道来到舞台后壁，为化妆、灯光、声音等等的工作当中，来了解戏剧的创作要安怎透过技术伫舞台后壁来运作。你走进去，好像就是你要成为角色，然后你即将要上舞台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把这个过程，演员在幕后成为角色，然后站上舞台，然后乃至于说你回到观众席成为观众，这个过程把它整个串起来，让它变成是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直到有法度安尼去后壁看到因咧化妆的所在，因编码的所在，因换衫的所在，阁有去台顶看因的装置是安怎用迄个内底的神术去扭，去会使算讲定位安尼就对。草草戏剧节是家己地区一年一届大型的下戏艺术活动，今年已经来到第18届。主办单位管剧团即届用第2幕来做主题，毋但将剧场改做浸水式的美术空间，佮邀请在地少年人透过主题内在的表演来讨论人生的第2幕。这个第2幕是一个隐喻嘛，来探讨讲就是讲，人生当中第1幕结束，走到第2幕的开始。今嘛18岁草草戏剧节，对阮来讲，我希望讲是一个重点。今日听这个空间，阮甲拍开，变做一个展览的空间，但是伫这个展览内底，伊当看到阮今年的主题故事。管剧团表示，戏剧当中有3幕剧的概念，第2幕就是面对环境挑战了后角色的成长。草草戏剧节已经18岁，希望透过第2幕的改变，让互民众更加了解戏剧文化，嘛透过表演甲展览，互民众亲身来参与这场在地文化实验。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也来为着要鼓励时代街运动，新北市嘛办理篮球比赛，邀请40岁以上民众来参加。今年有超过550人来报名，上济岁已经80岁啊。全力伫球场顶走，无论棍球、传球，也是投篮，骹手拢无输少年人。这项篮球比赛是针对40岁到70岁以上时代所设计。主要就是希望鼓励大家加运动，时代拢讲运动身体好。今年来参加上济岁有80岁。初三啦，初三就开始啊，到即啊。到即啊。爱甲运动对身体安怎？健康啊，对啊，有活力啊。来打球的球龄应该都40年以上嘛。那大家基本的观念就是以不受伤为原则。那同样的，我们这种虽然是竞技性的比赛，是有对抗性的，但是我们对拿捏尺度，不会伤害到对方。主办单位指出，篮球是真侪民众热爱的运动。虽然讲时代的力量甲速度和少年人未必敌，不过大家介意运动的心情是同款的。透过比赛活化筋骨。老人运动的3赢政策啊，就是说比赛总有胜负嘛，对不对？胜利的一方赢得了对方的尊重。那失败的一方赢得了友谊。那最重要的就是不管输赢呢，大家都赢得了健康。今年比赛拢总吸引46队，超过550个时代报名参加。透过运动，让时代的身体愈健康，互相鼓励，快乐面对人生。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
中国要拼2030年 AI 全应用，伫咧医疗方面已经出现 AI 辅助服务，比如讲这是健康管理 AI 平台，有9000名的专科医师伫咧平台顶端提供咨询。不过有专家嘛提出讲，这 AI 是无在调取代真人的医生，而且这 AI 也可能出现这错误的知识，嘛提醒观众朋友都要注意。开始做妈妈的王小姐，甲翁婿做伙，甲红婴仔换尿珠啊。红婴仔每一个动作看起来拢非常的古锥，毋过若受淡薄仔顾样哦，这做爸母的人真正是会牵肠挂肚，就惊讲有任何的死角擦。因为即马 AI 发展，王小姐若咧摇囡仔有啥物问题，拢会问手机啊。因为我宝宝这周要打疫苗，我就很怕他有不良反应，比如发烧啊什么的，所以我就会问他，我说宝宝打疫苗发烧怎么办？因为打疫苗的发烧跟普通的发烧处理方法应该是不一样的嘛。王小姐自有身到开始摇囡仔，拢会用高协集团推出出来健康管理的 AI 服务，叫做阿福这个 App。这阿福有线顶的知识库的资料，嘛有专科医生的 AI 数位分析，会使互人随时问问题。就算讲无法度取代真正的医生，毋过嘛是会使应付一寡较无紧急的问题。就是可以减少一些大家的沟通的成本，再加上有些时候你知道医院排队时间又很长，再加上如果我带宝宝去医院的话，有时候又怕交叉感染，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在阿福上能有一些问题帮我提前解答的话，那我就可以少去医院。伫阿福的顶端经营 AI 分析的上海东方病院的妇产科主任段德，伫咧社群顶端有超过1000万位的买众，伊的 AI 机器人半当内底就和16万位的患者有互动，为着加强 AI 分析的表达，佮提高医疗的正确度。段德伫咧系统内底饲真侪专科医疗的知识甲临床的案例，和 AI 去学。是我的 AI 分身，就是我的 AI 智能体，它可以回答这个跟怀孕生孩子相关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比方讲，问他孕妇如何有效预防流感，他会调用知识库，然后给你回答。AI 代理医生是袂使开药单，嘛袂使代替实际治疗。若伫咧医疗院所看诊，大部分拢落长的中国，即时伫咧线顶回答人的问题，会使服务更较侪病患，提高 AI 医疗应用的实用性。即马因为 AI 也有科技技术的发展，政府甲企业拢看到医疗产业转型的机会。段德预言，伫咧3-5年内，中国医疗的模式会大大改变。但 AI agent 给了一个普通用户，你无论是在哪里，你无论是这个能不能够看到我，都可以有机会用到我的 AI agent，可以很好的回答他的这些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 AI 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做的知识平权。From a state point of view, from an industry point of view, there's huge demand at scale. And that operational pressure drives productivity and drives evolution. 不过 AI 伫咧医疗领域的发展嘛是个真有挑战。若是 AI 代理医生无法度代替真正的医生，而且 AI 的正确度也佮有个人资料等等的管理，拢是未来医疗体系数位化转型当中需要克服的难题。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下晡报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7度至27度，中部地区17度至29度，南部地区18度至30度，东部地区18度至28度。外岛地区14度至25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